后来镜头锁等来台湾，针对着桃园、松山、高雄这3座国际机场有规定，只有白班的客停车会当来载客，若空客停车、多元客停车、甲网络救车，拢袂当入去机场来载人客。这旅客话讲，这规定真无方便，所以有部分的旅客会甲车叫去停车场，或者是先坐这个白班的客停车，等出机场了后，马上落车改坐家己所叫的车。安尼一来，就换白班的司机哀叫咯。讲这个白班平均将近要等2点钟，结果出车赚无钱。他们要赚这个钱，就要想办法嘛，对不对？要不然我们那样排了2个小时，结果赚这个比那个加油站打工的那个工读生还不如。客停车司机细念，因为白班2点钟，真无简单载着旅客煞坐1公里尔，敢若赚到起跳的计数85块。高雄小港机场对11月开始严格禁止旅客伫网络顶叫车，落飞行机接境的旅客，敢若会当坐机场白班的客停车。国内外旅客拢怨叹讲无方便，对旅客来说了是真的不方便，沟通上不方便。对。Uber 现在 Uber 不能进来呢，旁边在外面对吧？对呀、外面。然后你们看业在哪里呀？所以有倒落飞行机的香港旅客找无家己叫 Uber。香港来嘛，我们去其他国家都是就叫当地的 Uber， 因为我们支付我们也没有台币。甚至阁有多元客停车组织伫停车场等待入境的人客。也有旅客讲，无论安怎，拢唔坐白班的客停车。它有加价，然后我觉得素质没有 APP 上叫的好。不划算是一定会，可是跑计程车本来就有差不多。是讲台湾3大国际机场拢敢若开放白班的客停车载客。台湾的机场代表咱国家的普遍摊。除了硬体设备，附近的交通甲旅客搬车等等的配套，嘛爱对着国际水准。第一支控制在就有法度打造 AI 的强国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